这阵锋面通过全台湾有几个县市拢伫落大雨，亲像台东南市这车路积水后水崩山，地区骑奥多派旅客是寸步难行。另外，高雄早起也落雷公雨，甚至有一寡路段淹水淹到60公分悬，有300外户停电是停点外钟。咱若讲到嘉义县的山区，台华公路159线含第18线，拢有伫土石啊放落来情形。落大雨，国检单位讲，大水后地区车路淹水，山区急重，沙土甲车路炸咧。原本要骑车去港口坐船的游客袂得过，业者船一步一步行过去，实在真危险。南市乡公所讲，早起雨势较大，亲像夜游国小往虎头埔、甲开元港附近的野溪拢有土石流，嘛有几条搭较南的所在淹水，会先来排除土石流的状况。过野游小区开元港那边，附近有一个野溪，那边有土石流，目前厂商正在进行做排除。往廊岛部分会有几处是低洼有积水的部分，那因为我们先优先把土石流来排除。高雄早起嘛出现短时的强降雨，珠江区信义路以行淹水上悬有到60公分，有自小客车掉入水里，民众看到赶紧挖拔条路。好，对啊。后来区因为单位讲，当地超过300户失电，台电赶紧伫2点钟来抢修复电。该县山区受几若大石头落来，159架线28公里处，因为崩山路桥通路封锁，第18线79.3公里处，达板口往石道100公尺的所在，拢有蓝蓝闪闪的石头落落来。虽然会当通用，不过要通过嘛是爱细致。台南市路边树倒落，带着2架小客车，加载无人受伤。方面影响，恐惊台湾西半部到拜山进程，拢会落局部大雨，也是大水雨，民众要出外也是爱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